一群来自红溪县友爱街画室的画家，现在刷到艺术家欧文钦所提供的场地，继续每礼拜一摆创作。虽然大家材情无同，背景无同，不过同款的是对人物创作的坚持加热爱心，才有法度维持30-40天。会中看到每一位暂时放下杂事来专心描绘马道的眼神，真使人感动。而且更难得的是，大家参像一个大家庭。在周美华老师的教指甲测定之下，8月2日开始，在台南美三馆画廊家笔来办联展，展出6600经典的人物画像。画作当中，设施共一个马道，不过画出来性格拢无同，嘛是反射当初做画心情，来深刻表达情感，讲故事。画人物越画越迷人，一方面是造型的追求正确啊，还有层次的以外，我们还有很多表现内涵的东西可以去追求，永远追求不完的一个很高的那个很深的，我可以说是画人画是一种美术的很高深的学问，所以我们乐此不疲，40年如一日。说你要选人的表情啊，然后那个身体的姿态啊，流动性啊，然后是可以让你很灵活的东西。那我一开始我是蛮排斥的，因为我觉得人很难画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画，你只要一支笔你都可以画，你不要得失心那么重。每一个人他都可以画图的。人像放在你家，那又不是我家的亲人，把那个像吊在我们家的墙壁，这有什么意义呀？那你画的裸体也不能吊在家里呀，那这个有什么？可是我们取向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说，我在画的当下，我跟模特当下的心情对话。除了我们要画模特的肢体以外，我们还要把模特的心画出来。可是常常有时候画出来的这个画，就都是我们自己心情的对照。你看模特说，哎，他今天很开心，其实是你今天很开心。展览当中嘛出现色彩模画家新贴在画作，原来伊妈妈甲大家做伙写生。当然，除了老前辈甲资深的画家，青壮世代嘛拢有，大家共同用画作来交流分享。其中身兼马道的画家吴平轩看到长辈坚持，嘛可以用艺术是一世人的代志来持续创作。我有时候也蛮自叹不如的，因为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坚持每个礼拜，然后都来画图，然后画的好不好还是其次，但是他们那个精神是让我很佩服的。那因为我本身是画图的人嘛，然后我可以大概理解说画画的人他想要怎么样子的模特的感觉，对，所以我通常看他们在画我也没有觉得他们在画我，他们投射出来的其实他们都在画他们自己，所以我常会说，他们不是在画我，他们是在画他们自己，他们只是投射在我身上。因为每一个人这边其实有很多幅都是画我，但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每一个人画图的风格、性格在笔触上其实是很明显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这个结合家笔馆甲艺廊的空间，提供一个予喜意艺术的朋友来欣赏画作、临家笔聚会场所，嘛邀请大家把9月2日进前前来观赏。台南新闻阮籍采访报道。